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台中市的太平呢，讲做台湾最早太面积种枇杷的地方，尤其像那太普通地皮的山坡度哦，万奈几片那个山坡度都是种的枇杷，来到讲做台湾的枇杷原乡哦。嗰时候地方上请希望讲了地方做成立了枇杷的专业生产区，但是像成立了种枇杷生产专区呢，之前呢，而且面对的问题很个困难，所以讲呢，他土地的管理单位呢，从一本书都见呢变来变去，为了加速了哈。嗰时候港中的农民家建议呢，也是变来变去。伊下个种个主管单位是农委会嘅林务局，伊接管以后呢，希望咧到做非用嘅枇杷叶来抽林。跟农民讲，日本书都见种枇杷种安东嘢，假使喺非特枇杷叶来抽里面发，甲省翻用办起的进行咯。韩国像用以非保安林来做生产转型嘅情况呢，唔单止台中嘅太平天天哦，全台湾各地也面临相同问题嘅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多。故所今日你行业太平共同来讨论呢种嘅枇杷生产转型有可能成立冇，同时也讨论贵有嘅保安林，假使改变法应该用办起来做，然后最好嘅一个方式。以下节目讲头来到你太平主要种了枇杷的头片里边东片里的土地地摆度啦哈今日天时可以熬完好了哈。等到农民呢，以下其实不用下都树条的头路，不能一都山当来种的老枇杷包起来，不过暂时不用下来。那先跟现场的乡亲们问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马上为您收给现场来宾，第一个呢是农委会林务局董事林管处林政科长李彦新李科长，你好。大家好。好。那目前林务局是这土地所有主管单位嘛？哈。对的，对的。好。第二位来宾是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作物生产科的科长林宏敏林科长，好。大家好。大家好。好。第三位来宾是澎甲大学土地管理行那个副教授何彦生，何副教授你好。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太平区公所是针对那种太平的枇杷产业转型做个可行性的评估规划的研究啦哈，这样是何教授参加到其中。大家可能提讲买枇杷的时节哈，马上这个3到4月就是我们枇杷的产季了哈，这样是太平要攀那个枇杷产季的枇杷节发通了哈。但是谁能因此哈，都在那太平的枇杷哈。其实太平哈，给人口有18.9，喺台中市29只基地摆度 T4个，其实太平的人非常的多哦，其中客家的乡亲有200左右啦哈，有的可能清早日本书的时节，甚至清朝书的时节就来哈，有的係国民政府光复以後，讓來到呢邊來做林農的工作啦哈，嗰時有2成客家鄉親，係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現場了解下，到底呢個太平枇杷因為種出安好的枇杷，韓國見到目前遇到困難，有係乜嘅成立枇杷專區，係咪大家嘅想法？套袋是蝗蟲啊，黃日光，這色啊都有幾個色嘅。我即馬套這是第1色嘅。這個第2色嘅。當然嘅2022年，台中太平山區農民無限定包枇杷，安尼枇杷收了後，將會有好嘅品質。那係講到台中太平枇杷，實際講係全國真出名。那個枇杷吼，那是方便哦，規個那個。規箱啊，大概都要香啊，啊是吃到安尼吼，口感哦，當好當香，啊面是當好啊，比日本較好呢。那太平嘅枇杷比日本嘅品質較好呢。睇下一斤枇杷，太個豆面呢，嗰枇杷啊，枇杷樹嘅枇杷養一頭，要咩一豆面嘅價錢啊？50萬元哦，那50萬元買得做啊。太平區委託台中市東南片，人口係台中市T4個嘅區，有18萬。境內大部分嘅下山，主要農作物有枇杷、牛眼、荔枝同香蕉，其中由於枇杷真有名，唔單止品質好，還係台灣枇杷專業栽培嘅發源地。
日治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试验种植啊，刚好就是在我们头边的山上开始种植，所以这个枇杷的流传是从日治时代到现在。你无看阮拍的拢剩7粒6粒。哦。太平枇杷种植面积拢维持到250万公顷，也由于天界好名声，这些几年来也面临着一条农村结构性的问题。枇杷很容易撞伤，所以很多栽培公司都不敢运送我们的枇杷。人力就是我们请的工人都只要60、70岁，70、80岁，因为都很少有年轻人会回来做这个。所以我们人力也是有问题。少年啦，无人要学啦。年龄问题本太平枇杷农挑难切，其中还有2年受理种植土地可能要本年收转去嘅原命，因为今年种植枇杷嘅地区係委托歸入保安林體嘅區域之內，因為法令同認地嘅差異，也促成執法單位同枇杷農幾年來檢討抗爭、溝通同協調。刚刚有讲到说，其实来看一下哦，它目前太平地区枇杷种的情况很有关系。面积它有252公顷了哈，那国有林地底部有67公顷，所以才要讲为保安林地，目前是编在144林班地里面哈。主要黑都在这个头片里还有东片里俩地方哈。用民国105年嘅统计来算的话，数量有到1241公吨哈。该台湾讲到呢，太平有2上个客家乡亲啊，像阮呢种枇杷的农民，然后就讲无，你种枇杷种了几多年呢？50年呢。50年了啊！我今年77歲咧。我今時12歲做到77歲咧。哦，20年咧，咁樣是枇杷讓當貴嘅嘛？當貴啊！哦，咁種了下來就存到錢嗎？做了呀吼，攞咧吼。要特效不敢特效，因为我一个儿子跟我在做枇杷，他不娶老婆，不娶老婆，我老一他我都身体够强健的陪他，再做到他老了才退休。好，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在这个太平地区有很多枇杷产销班，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产销班的班员或班长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先生好了。你们第9班种枇杷的面积有大概多少？差不多10出头吧，12、13公顷吧。都在保安林里面吗？不一定啊，有些有，有些没有。因为阮爸爸妈妈身体无好，所以讲，我是讲我以早咧食头路，我是讲咱嘛是要倒来接这个事业，接这个工课，吼。结果我就做，结果做到娶某，结果娶某娶啊，这拢足稳定啊，结果无代无志。恁地要去用收转去啊，到底这地原来是以早种咱就讲保安林地嘛，咱想要承租，咱毋知要安怎承租，而且阮兜嘛是72岁在所在府，所有的资料拢无去啊。你干那叫我办，我嘛毋知要安怎办啦。伊讲叫我起来签名，讲我有纳过钱的单，伊讲伊嘛无承认。那我要怎么？因为我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嘛毋知啥物定数，啥物步骤，可是我做想要办呢，但是我都唔知要从何办起这样子啊。还没有另外的产销班，好看这位大哥嘿。大家好，我是第6班的产销班的班长了当初因为我入民国70年都退伍的时，才去遐买，我做到今年都已经37年啊。会使讲是做足久的，我算第2代，即摆第3代就是我的囝。土地无册定，唔敢登来食。希望讲政府单位啦，会当甲阮今仔日就叫做讲即个村民大会，会当讲发声，阮的心声会当出来，政府甲阮即个所在甲阮规划，阮起来，阮来成立一个自治管理委员会嘛，阮家己来管理这个土地，只要阮若卖为较假，阮来种树啊嘛，对无？因为即摆人力拢老化，实在较假的你若无咋做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106年的这个10月份，这个新纯和立委也有召开过用地协调会嘛，主要是这边是目前是编定1443号林班地的这个保安林这个用地协调会，那个时候好像有做出说农委会同意要来这审议解编
保安林解编相关的事宜。那目前有什么新的农委会这边有什么像新的看法或想法，在政策上面有什么因应的地方？那这一张是那农林航空测量所在104年所拍摄的照片。那我按照这个上面的正色影像，那我们去画出了种植枇杷的区域。那当然大家看到有一些可能分散，有一些可能集中。好，那这一号保安林叫做1443，它是水源涵养的保安林。那跟各位说明就是说，它这个保安林主要是那个保安这个头汴坑溪，等等及它的中下游的一个部分。那保安林的存在，其实我们思考到说，不只对本身的土地的一个利用，它对于我们中下游的居民的安全也有同样的功能，所以它是有公益目的所存在的。早在民国大概70、80年的时候，你们也委托过中兴大学陈文福陈教授，也针对这边原本是1403号这个保安林地嘛，现在是变成1443号。当时候是说这边是水源涵养保安林，也是土砂旱植保安林。后来又还有这个建民水库啊，是要这保安目的是建民水库来使用。可是民国90年10月就已经宣布停建建民水库，因为它921地震之后，因为靠近车龙埔断层，建民水库已经停建了，所以这个水源涵养保安林。乡亲都认为说，建民水库都不盖了，那我还要继续维持这个保安林。当初划入保安林的这个目的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这一号保安林从民国前4年就已经公告成水源涵养保安林，它是比所谓建民水库的规划更早。那接下来我也查过相关的资料，包含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一些学校老师调查的相关资料。那这边的中下游的居民，他的保全对象并没有改变，反而是增加。可是枇杷是个深根性的一个长期的作物，那它有没有水土保持的作用？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它对于水土保持的一个影响啊，这有待去观察。应该是反过来说，一个健全的森林，它是比较有丰富的多样性，而且它是大乔木。对于说一些矮化，它对于它的节雨的效果，或对于土壤保持的效果，应该是一个对于健全的森林的一个相对值的一个存在。是，好，所以等于说你们现在对这一块144号这个1443号水源涵养保安林，还在审议当中、审慎评估当中，要不要解编的话？保安林的存在应该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限制因子。那我们也想，如果保安林解除之后，它还是属于国有的林业用地、国土保安用地。它的本质不会因为，比如说是林务局管的、市政府管的或某 A 某 B 管的，它的本质使用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地物就是林地，它有可能它就不是农牧用地或农业用地。对的。那其实为了配合林务局这个审议保安林解编的审议作用，是市政府也要有一些作为，所以等于说你们现在是要照民国72年那个时候使用现况，因为已经经过20几年都没有去查定目前现场使用状况嘛。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说目前市政府的农业单位在这一块林地上面进行的工作是什么？那这个工作是怎么样来跟这个林务局这边配合的？我们在这个106年10月6号所召开的一个会议的决议，是由我们农业局这边来协助我们这当地的一个土地来做一个假查定的一个工作。假查定的一个工作，是的，那我们目前已经在因为上个月已经收集到一些资料了，那个东势林区管理处他也提供我们一些保安林地的相关的资料。那我们会就这些有多大的面积、多少的这个使用的承租户？1443号的话，它总共大概有305公顷，209笔的一个土地。但是不完全都拿来种枇杷啦，所以跟枇杷专区没有完全重叠，就对了。是，我们会就这些土地先做一个分析，然后委托专业来做一些假查定的一个工作。
参与一个这个研究报告，这个何老师想请教，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这个太平琵琶专区这个涉及的历史的时间纵深很长，它的整个幅员面积也很宽，显然不是3、2句话就能够解决的。那您觉得说，首先要面对的难题难关是什么？然后怎样才能够一步一步来往假设可以是往琵琶专区来做，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对于这些基本权利要有所规范的时候啊。就是要依照那个法律规定来办理才行。所以法律规定的意思是说，你要具有公共利益啦。所以刚才科长有提到说公共利益的问题，那固然是没有错哈。所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对的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哈，关于我们这个保安林这一块的那个问题哈，它其实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在于涵养水源嘛。好，那这个涵养水源呢，大概是60年前，在对那个比较60年前的时候，我们对于土地的想法的跟那个概念还没有这么的有科技化跟现代化的一个查定的工作的时候呢，来做一个大概的区分，就是以涵养水源的方式呢来去做思考。那所以呢，在那时候就用框定的方式呢，好，只要具备了森林功能的，基本上它就具备了涵养水源的机制在这里面。好，所以它的公共利益的部分就被框在这个地方了。但是经过这么多的时间的转变我们对于山坡地的管理，好，对于那个集水区的管理我们有其他的法律出现了，譬如说水土保持法。好，譬如说那个山坡地保育条例，好，很多的法律都出来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做了很多不同层次的限制跟管理。好，那所以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法律越清楚了，所以呢，关于涵养水源的这个概念就可以从其他法律去做思考了。因为原本的不确定的这个概念呢，被其他法律给明确化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再回来看到所谓的公共利益的涵养水源的部分呢，我们单纯用森林法来看似乎要更精准的去思考说，我们涵养水源的程度到什么情况，然后呢，在种植的过程当中，移林、移木跟移农的情况之下，可以到什么程度？其实要更具体来做这个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兼顾到我们的民众的那个生存权、还有工作权跟财产权的部分。好，那事实上在这一份这个报告书里面，这也有做出建议，说事实上是可以往这个琵琶专区的方向来这个进行的。那到底做得来做琵琶专区吗？地方上民众有嘛想法？生产等新闻记者讲头去了解一下。太平琵琶中心面积大约有250万公顷，其中67公顷委托归入保安林体境内。最近几年来，水土保持同环保意识高，主管机关有意识将保安林体做新适当的土地利用。我们林务局嘛，要把它设定为保安林地，说要造林，把它收回去。但是这个真的是因为流传下来这么久，40、50年，甚至50、60年，有的可能70、80年的。那因为是之前的长辈留下来，那洗世下懂人的教案一直走了，也不知道。只係安尼做，中式琵琶有無可天性，遇到有意識接受嘅農業台，甚至係農產台，就較無想來做。伊爸我是做40、50年啦做到即擺我嘛是無法哩，像我囡仔想要送做，到即擺這土地林場講要收回要做林啦，都未穩定囡仔嘛唔敢當來接安尼就算講，所以問題是安尼。面對土地爭議，地方想出解決方式，就係由台中市政府推動設置琵琶專區。經歷過了921，經歷過了風災，經歷過了土石流，他們完全都沒有受到影響。那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個地方設為琵琶專區？這以後一定是一個休閒觀光的產業，因為你可以讓外來的或者是在學校的小朋友，讓他知道整個生態的環境，現採，讓他有一個親臨到果園，然後採收那個水果，然後甚至體驗一下農民種植琵琶的辛苦。只係設置專區卡套法令限制，還需要台中市政府推動保安林體改變了後習慣。進行專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期變更，包括作為鐵田專用區，本琵琶專區發展菜地文化特色，提升農業產出，同時干預觀光，創造生態資源保護，供休閒觀光農業界美好未來。
其实到民国104年8月份啦，太平区公所所委托彭家太后所做的一个报告书里面讲到，其提出有建议啦哈。建议是讲太平区设置琵琶专区推动的方案有3种，好，第一种是推动保安林改变，哈，再来配合当地生态多样性来挖设了琵琶专区。好，来第一种，好，那第二种是讲保安林嘅范围地位度呢，继续来。还是打开了哈，还是本来神族哈，呀，合并保安林我挪位了，就其他的琵琶园呢，也系成立专区啦哈，所以也系专区，也系专区。那个方案上系挖设铁天嘅专用区哈，你喺度非都市嘅那个用地地位都会叫铁天的专用区了哈。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太平区这个区长陈小飞陈区长，就说，太平区公所事实上是很积极在做这件事情，从以前县市合并之前太平乡就开始努力到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就说这份研究报告书对你们整个太平区想要推动琵琶专区有帮上什么样的力吗？还是说你们继续往这个目标前进当中？嘿，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保安林区是民国3年就划定了。那原来是1403地号，那他已经把这个1403地号缩小了范围以后，编出了现在的1443的一个林班地的一个地号出来。那其实划设的面积也已经改变缩小。可是以我们太平来讲，我们太平民国45年的时候，我们太平的琵琶种植面积将近700公顷。哦，现在大概只有对，一半不到。可是我们现在从700公顷变成到250公顷，到现在的180多公顷，而林班地内的目前我们现有种植的也才只有67公顷。那我们这个部分土地其实种植的面积是一直减少的，可是它身为我们太平一个这么重要的产业，而这个因为土地的使用的关系，我们刚刚听到我们农民在讲，不管我们政府机关从林管处也好，从县市政府，从林务局也好，机关一直变更，可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农民没有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没有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可是他们可能一家3代都已经在这边种琵琶。在104年的时候，也很高兴跟我们逢甲大学这边来完成了这个可行性的评估。我想研究出来的方案，不管是方案1、方案2、方案3，大家都可以知道，它都是一样，是原则上面是可以在我们太平希望是可以去推动琵琶专区的。其实我们很多的农民都很希望，他能够在种植琵琶的当时，他们也愿意来配合政府的政策，把太陡的山地他们来造林也可以啊，他们一起来努力，就有在生活当中种琵琶当中，也能够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比如说，现在琵琶农民也愿意当林务局林管处的协力的这个水土保持的工作者。好，谢谢我们的陈区长。再来，我们请这个我们的这太平区农会的总干事。于总干事，你以前是市长啊，所以这个太平这个琵琶专区应该也在你的施政的想象里面。什么是水土保持树种哦？其实认定上真的是非常模糊的啦哈。我是深深觉得啊，其实农民们觉得有种树都是在最水土保持最好的一个维持啊哈相信啊哈，我们的为什么要设定专区？因为在法律上，保安林地可能有它的一个它土地的使用的一个规范在。为什么要推动我们专区？专区都是在这块土地原址在这生长了以后，他们的生计里面可以配合我们生态也好，配合他们所有农民的生计也好，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传承也好了。因为全台湾现在有65%的琵琶是在台中市种植啊，有台中市80%的琵琶是在太平种植啊。相信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其实是琵琶是我们太平一乡一特色之一的一个我们的重要的产业了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可以在划定为专区也好其实农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某种的认识啦他们希望在种植他们的一个琵琶水果以后，他们也可以兼顾到水土保持，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配合
高坡度的部分来做一个水土保持，配合我们所有关单位做水土保持我们这些农民不是刁民啊，他们非常了解如何来迎合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可以生态还有我们的水土保持，还有他们产业可以共存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诉求。我想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林务局这个李科长，就是说。刚刚这区长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重点，会不会是你们林务局考量的一个点，就是说，过去太平的枇杷有700多公顷种植面积，后来现在到200多公顷，现在逐年下修到100多公顷，200公顷以下。会林务局认为说，我就算划定了枇杷专区，你们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小，将来这个枇杷专区好像也会有一个面临一个存在必要性的问题，这会是你们考量的重点吗？还是说，在现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我们能够把它解编，变成是一个真的变成枇杷专区，让有心要接手的农2代、农3代，可以真的有这个稳定感，我愿意回乡来种，把这个太平的枇杷原乡、台湾枇杷原乡这个美名延迟下去。比较陡的地方，该保护的地方来实施造林。那所以我们推出的一个续约，刚刚有提到是造林续约，可是造林续约在这个情况底下，它就是把土地的30%，那地区就是由林农来择定，也有均匀混植，那也有旁边种植保护带等等的种植方式。就是你说保安林范围内续约，这是林地林农的这个续约，所以等于说是改正造林的方式，对，30%拿来造林，70%维持原来的农业生产的面积。对，这个就是在现阶段考量农民生计及国土保安的情况下所做出来的一个辅导林农来逐步来完成这个，对，保安功能也有，生计功能也有。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因为我们这2天有去到大湖头那个枇杷专区，那也看到林务局挂了一个标，就是说要在107年的12月底完成续约嘛，可是，在续约之前，好像又譬如说必须回复林地的原样，譬如说你的工作的这个工作小屋啦，或者说农业资材室都要先拆掉，真的必须要这样子先回复原样才能够再换约吗？那提到这个部分是所谓地上物的部分。那依照农发条例，一些在我们农业用地上的所谓的那个非固定设施，那个是不是指资材室，那是指非固定设施的部分。那比照我们国有的林班地，大家的标准是一致，可以容许一定的比例的存在。那当然，它是作为所谓山上的公寮或造林的公寮使用，并不像大家所讲的，像一个农庄一样，或等等之类的。这是第一个部分。在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短期的部分，那长期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说，那究竟这块土地能不能直接把它变成所谓的农用的土地，那做比较更长期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思维。刚刚市政府也有提到，他必须要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包含比较专业，让这一块土地到底哪些地方是适合，哪些地方是要造林。所以第二个部分，现在目前大家又一直在积极在推，我们应该是朝向比较更长期的部分来做一个土地上的一个使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刚刚听到各位乡亲还有各位那个在地的那个长官代表，我觉得说大家对这块土地的利用有一个共识很好，就是该保安的地方或者说该使用的地方，因为我想说，林务单位的态度也是应该要先有健全的森林。土地的安全要先顾好，这是最优先。那至于说相关的林下经济啊，相关的等等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在健全森林之后、安全之后，其实都可以来做一个讨论。但是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农业处，就是说，你们农业局是希望说能够往枇杷专区这方向做嘛？那目前看起来林务局好像立场还是踩得很硬哦。那你们会怎么样来争取，或者说你们在做现况的这查定上面会更审慎积极去协助农民？那当然，我们站在
站在我们农业局辅导的一个角度，一定是朝枇杷专区的这个方向来前进。对，那这中间有一些土地的一个问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来解决。那以我们的角度，我们目前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前进。是，就这个那个编定土地使用编定的部分来做一个协助。那台中市农业局如果将来解编之后，这主管权移交到台中市农业局，台中市农业局就有这样的量能可以来管理这一块林地了吗？有办法来把这个枇杷生产专区能够经营得很好吗？你们有这个信心吗？如果真的把主管权交到你们手上，你们有信心把它经营好吗？关于这个问题主管权是不是会回到我们那个农政的一个单位？那就是要看相关的法令的一个规定啦。但是我们是很有信心，我们会跟地方、跟农会大家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大、做得漂亮、做得出名。我想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那我想请教我们家何老师、何教授，就是说，事实上保安林这个在林务局里面，他们自己也讲说，每10年会按照林地的编号去做滚动式的检讨嘛，去看看当初所编定保安的目的是什么，也会进行一部分的检讨，比如说是要解编呢，还是说要扩大那边呢，等等都有。那你们在当初做这个研究报告的时候，怎么样来去看待这个保安这边的1443号保安林地的？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不管是方1、方2、方3现在其实要面对另外一个挑战其实不应该是说挑战，它也可以是一个机会，那就是国土计划法的那个通过来实施的。好，那国土计划法的话呢，其实在农业发展地区的那个第3类，就是所谓的山坡地农业啦。好，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地方，从山坡地农业的角度去看，也不是说不可能，也不是说不可行。在新的法律之下呢，好，相信透过直辖市，就是台中市的国土计划的重新的拟定呢，或许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找到一个方案4这种新的契机。它其实也不是说在未来的那个符合法律规定之下呢，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好，这也是一个机会。太平的枇杷专区都在有可能保安林改变成功来做那种的边检大家都等才看。其实不单是3度的听刚刚这个何老师也讲说，事实上林务局可能要从一个更全面，台湾有很多的保安林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保育的这些林地这些国土面积加起来大概有19.19%所以20%左右的土地都是在保安的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林务局作为国家土地代管人，他也是小心翼翼在看守这块土地。来看看其他乡镇的惠顺呢，苗栗的后龙，他们在对于这保安林的这个解编上面又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想象？等他这儿继续讨论整个台湾保安林地的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你喺热天嘅时，苗栗后龙总福利南港里嘅景象，贴记录嘅视片，海岸线嘅短片，呢片创新嘅沙子内行，係苗栗縣西瓜、鐵頭同番薯嘅重要產地。不過林務局對民國92年開始要求收轉土地，現今喺呢片200萬公頃嘅土地係歸入保安林地。當地農民同林務局一起頭對抗嘅兩片，無本意收轉去嘅土地也係持續對抗嘅農民，土地上繼續種東西，已經本意收轉去嘅就本林務局用污名為黑進行處理，按呢個徵收遊戲，咁進行適合地方發展。政府要徵收，把它規劃是保安林地，要說會妨礙到國土。我覺得這100多年來好像沒有說，因為沒有這些保安林地，這些人受到危害。而且說那些人已經開墾那麼久了，那些土地已經工作那麼久了，其實對他們來講，你徵收回去，他們那些人的生計也應該是要考量在內。佢喺演講捍衛家園嘅農民五協風尚，佢喺年前家園嘅土地是面臨徵收入名，呢個種菜嘅五市今後家園行上台北紀錄，成功嘅守護自家同鄉民嘅生活。對於後龍總福利南港里嘅保安林地同農民權益同國土保安嘅對抗之間，風尚認為政府嘅實際應該愛上開檢討。做那個事根本就沒有價值的事嘛，他只是要收回去，他們種一塊樹啊呢，意思。
所以我觉得政府一些的做法我都很不认同，就是因为你都没有再好好的长期计划。面对土地争议，地方上认为是在透过改变保安林体、本土地使用合法，各配合农政单位的辅导，创造采地产业特色。如果说那边有专机100-200公顷来种花生来农机机械化种植机械化，采收的机械化，我相信农民的意愿、种植意愿就蛮高的，那个经济效益也就很大。看蔬菜和配合市区变化，条条农会执法者爱考量多界。一下地方提出改革嘅方法，用改变生产、开辟强硬嘅对抗。喺当中还需要相关嘅配套同机制。不过充分嘅沟通讨论，可能将使得本争议安当然嘅土地使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提出更适合地方发展嘅方法。台湾上一段节目讲到，其实台湾差不多20%的国土係来做保育嘅保安的作用了哈。看到所有的国有保安林，它大概其实总共有16项，我们只是列出比较大的几项哈。最主要是就是我们这1443号这块保安林，目前太平这一块水源涵养林，再来是过去还要保护这个建民水库嘛，所以还有土沙旱植林。刚刚新闻样片看到还有2地方咧，飞沙防止林跟防风林啊，所以讲不论从山上到海边，其实都有它保安的目的啦，哈。所以整个加起来，台湾的目前有这个469284这么多公顷的保安的林地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其实保安林我们刚刚讲说，每10年都要按编号去做滚动式的检讨嘛，所以不是说一旦民国前4年或民国3年划定为保安林之后，就永远不能动了，不是。好，来看一下，从101年、101年到106年期间，新编入保安林的有2720公顷，解除的也有362公顷。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106年呢，这个解除的是7公顷，但是那边的有1797公顷。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林务局这边说，其实保安林是浮动的。不是说一旦划入保安之后就永远不能动。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解编的比较少，纳编的比较多。这个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国土真的遭到很大的危害吗？我们必须要做更强度的保护吗？近年来，就是这6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个保安林编入的面积尤其在106年有大幅的一个增加。对，我想说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检定不只是检定我们自己原有保安林的一个区域，它会针对我们国有土地，就是林务局所管的国有林地的部分，来做一个整体性的做一个检讨。那我的意思说，在检定的过程中，我们会把我们的林地一并做一个检视。那编入的部分就是说，它目前状况已经森林是健全的，而且连带有相关的水源，或者是它有保护对象，那我们就依权责还有依法令来把它划定进来。对。那我想接着请教我们的何教授，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国有林地跟这些所谓原垦农之间这种长期的历史这种历史共业嘛，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原垦农会说，我的祖先可能在清朝或日治时候就已经来这片山林开垦了。国民政府或者是国有财产局，甚或是后来林务局，都是后来的才有的。事实上，我们更早就在这块土地产生了连结，林务局是后来的，那就先来后到之间常会衍生很多的争议，甚至有一些法律文件认定啊等等。那这样的难题有办法解决吗？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农民呢，他其实在这个维护的在整个农业耕作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些文件其实是比较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妥善的一个那个放置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呢会可能在一个灾害的发生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文件的遗失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要去思考到说，到底我们行政主管机关在跟我们民众在签相关的一些契约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政府的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范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契约一定是双方签的嘛？农民这边没有，可是政府单位政府这边应该也会有相关资料，政府是延续的嘛，对不对？是。虽然主管单位不一样，所以基于信赖保护原则，
等于说可以回头去找政府单位相关的来肯认他们现在的这个使用权。应该是说政府本身它应该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去确认，好这个事实是什么。因为当然我们也不确定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总是要有一些文件啊，或者是一些证据来去证明说这个的那个寄存的事实是什么。那当然政府也应该有一个权限去做一个调查或者是一个厘清呐，哈，所以一个事实的厘清呢，我觉得政府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责任在这个地方啦。那其实我们也很实际看到刚刚这2位相对比较年轻的产销班班长，对他们来讲就是很实际的。你现在把我的这个琵琶园的这个保安林地收回去要造林的话，我的生活马上出现问题，我没有收入，怎么样养小孩？那我一家大小怎么办？所以他面临的马上是很现实的。我下一餐在哪里？我的下一年度学校要缴学费，学费在哪里的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讲说，保安林并不是完全不可动的，它可以解边也可以纳边，但是它有一个按照森林法第25、26条都有相关规定。我们看一下保安林的解边过程是怎么样。来审议解除保安林案件时，应该设置审议委员11人。那林务局局长和副局长是当然的正副的这个主委。审议前应该分别就下列人员选任之：目的主管事业还有相关机关的代表，保安林地的当地住民代表。这是说我们太平的这个1443号这个林地的这些当地住民代表，还有具有专门学识经验之专家学者。那有规定哦，其实最后面这2项呢，它是必须呢，不得少于7人，就说当地住民代表和专家学者不得少于7人。那其中呢，这个专家学者呢，不得少于4人。那也就是说，当地住民代表有3人，加上专家学者7人，是最少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人数，那总共是有11人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乡亲，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走向这样一个保安林解边的过程当中，你们希望说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居民可以适度参与，保障你们权益，然后又可以配合这个林务局的造林政策或者国土保安？好，看这位大哥，相关政府单位正在大力的提倡青农返乡这个政策。很多青农伙伴一开始他就会面临到土地的问题。你也有实际面临到吗？是。你种枇杷？是。在你的爸爸的枇杷园在保安林？是，我是第6班的班员。哦，是，所以你回来接枇杷多久了？大概15、16年。15、16年，所以你现在要再继续投资下去，就会怕的，因为107年要换约了，会很忐忑啦。因为如果要投资下去，那以后如果不能收回怎么办？你如果趁早转业嘞？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我想如果能够从容，是一个最好的政策啦。是不是？是。对啊，然后也随着父执辈的老迈，这个返乡这一途紧箍咒这个保安林啊，让我们没有办法再为这个闻名全国的枇杷产区再注入一股青春的活水。谢谢。我看您旁边还有一位看起来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大哥，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和意见是什么？谢谢。我是代表核心村立委出席啊。那何立委对于这样地方上的林农的痛苦，他也一直谨记在身哈。他一直召开多次的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协调。当然，这个管理单位是林务局没有错，可是又牵涉到国土规划的问题，所以又牵涉到内政部。那当然，最近的一个共识，这几个单位的共识是说，能够把这个保安林地能够解边交给我们的当地的台东市政府农业局来专责来管理特别把这个我们太平的这个特色能够保留下来太平这个枇杷专区能够真正的让这些林农安心的继续耕作提供更好的一个农作物这个黄金果提供给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一个消费者来使用这是我们何立委一直在争取的。就算我们真的设定所谓的枇杷专区，把这个保安林这个紧箍咒解开了，那这个主管单位从林务局移交到这个人亲土亲的地方这个县市政府的手上，不是中央主管单位了。
它真的就是相对完全松绑了吗？还是说我们不管走方案1的琵琶专区，方案2的这个合并保安林内外的专区，甚至是划设特定专用区，它是不是还是要受到一些相关法规的规范？而这些法规规范还是对土地的使用、开发，甚至是林地的这些使用项目，还是会有一些限缩的，必须要说清楚。是。那其实不管是方案1其实方案1是解编没有错但是它最主要的精神是在于说创造所谓的那个农业专区，用农业专区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呢还是要合于农业发展条例的相关的规范所以它就会从林地变成农地吗？因为它变成农业专区了嘛。关于那个土地变更的部分不是因为它变成农业专区之后，它就会变成农地，它必须还是要走土地那个使用变更的一个过程。如果是方案2的话呢，它其实它是续约的，就是还是用续约的方式来进行，然后还是可以让我们的农民呢可以种植我们的那个枇杷但是就是说所谓的专区的意思是说，除了我们的那个续约的这一区之外整个跟枇杷有关系这一区呢，我们把它划起来。来做整个的整体的规划。来做整体的规划，意思是说它可能有休闲农业的规划，它可能有农村再生的规划，它可能有其他的资源可以投入，然后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它整体的一个效果产业的经营，甚至是整个的那个创业的那个产业的传承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被成立出来了。那如果说保安林这个范围内还是要续约，那林务局觉得说你续约还是要造林呢？那还是说这个问题我请林务局回答说，这个部分续约它还是要从林地造林这件事情去看，还是说可以用改正造林的方式，有一部分的农业一部分的林业的混合在一起？就既有枇杷的部分那我们是可以适用改正造林。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30%坡度比较陡的地方来实施造林。对。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就等于说是用改正造林，就是一般人讲的混农林业啦就混合了农业经营这个林业部分，但是林业还是要兼顾到了好，那我想请教何老师，如果是划设所谓的特定专区，它的法规限制又是什么？好，其实特定专用区它其实是走那个区域计划法的所谓的分区变更来做进行，它就是整区来做所谓的分区变更，变成特定专用区。如果说变成特定专用区的话呢，里面的土地的那个编定的方式就不一定是农牧用地或林业用地的，它可以变成是特定目的事业用地。如果是特定目的，对，特定目的事业用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确实可以保留比较多的弹性但是呢，其实因为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说每个地方每一块的土地的适宜性怎么样子如果说它坡地真的是比较陡的或者是环境比较不适合的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规范跟相关的一个规定的一个要求还是要符合这样子的规定。好，那我想请教我们这个农业局就是说，事实上刚刚综合2位来宾的发言说，不管它是这种农业用的这种枇杷专区，或者说是保安林内外结合起来这种专区，甚至是特定专用区，它恐怕都还受到水土保持相关措施的这些法规的规定，甚至是非都市计划用地的这些规定。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如果这主管权力交回农政单位的话，你们就比较容易来去做这样的配合或推动吗？还是说这个部分还是要跟中央部会来做协调？这不是跟中央部会协调的问题了，这就是如果你照山坡地保育的一些条例，如果它的坡度比较大的话，那还是要回到山坡地保育条例的部分来做一些水土保持的设施，或是做一个造林水土保持的相关的植栽的运用，这样，不是完全就刚刚老师讲了，不是完全就回到你就可以做完全是只有做农业这样子。比如说你如果是在跟那个休闲农业区结合的话，那还是有其他休闲农业区的一个相关法令的规定该遵守的。还有没有现场乡亲对于我们今天太平的枇杷专区要来设立，还有哪些疑问或者说哪些建议的，可以举手发言。好，这位大哥。原地这个山，咱这东边这山区的林地拢是墙拢树
是吧？石澳伊地震嘛无山崩，只要水灾嘛无灾害，吼。所以讲水源保安区、绿湾区当面是无啥物影响啦，因为即马人力缺乏，人力老化。像阮即马做鱼卖，即说你甲看，你行去山区看，大部分山猪啊拢荒废啦，1/3才有咧做，拢7、80岁请不到工人包鱼卖。唔免做林，我甲恁林务局讲，你唔免做林，过5年后恁就唔免做林，规片就拢像啦，你唔免做林啦。老化和这个人力的缺工，造成刚刚这位大哥讲，这1000岁的琵琶原乡有可能在5年之后就真的要走入历史哦。那我想先请教我们这林务局这边就说。这位大哥讲的事实上也是实话了哈，那您听起来会觉得说，好，那只要再撑过5年之后，我也就不用改正造林了哈，就自然这个也没有人跟我争琵琶专区，就全部恢复国土，我就好好把台湾这块国土给保育下来了。会有这样的松一口气感觉吗？还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国土的保安的同时，也能够兼顾一个社会现实面？因为这些原垦农真的跟这块土地相处的时间超过100年，甚至有60、70年的时间。那林农的生计跟国土的保安，一直是我们主管机关最挣扎的地方。那因为刚刚也有提到，我们既然是代管国有，大家公众大家共有的土地，那当然我们会就这2方面一起去思考。好，这个部分哈。所以先保守，不开放，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我想说开不开放，其实我刚才一直提到啦，30%跟70%的这个问题，今天跟林管处林务单位订约，其实订约就是一个保障。那变成说你还是可以一定长期的约哦，那其实你没有其他违规，还是继续换约。那从示范林场的时代，就是缴使用费交给政府，就是一种租约的一个租赁的一个概念存在。那只是现在不愿意跟林务单位订约，可能是担心说未来就是土地没有办法取得使用土地所有权，所以。现阶段就是说，希望农民先跟我们订约。那至于长期，你到底这块地就回归到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如果它真的可以做农业使用，那到地方政府去，那地方政府再做一些加强的一些辅导或等等其他措施。那总不能我移到市政府去的时候，市政府说他还是只能做林业使用，还是只能做造林。那我移给他的部分，那他也没办法去做一个发挥，去做一个辅导。我们还是会考量到各方面的一个因素啦，对这个保安林的一个使用的部分啦。那我想说，也请大家体谅，就是说还是要以公众的大家利益为优先。好，以上。国土代管人的确有这个他的难处所在，但是我们又要农政单位了，就是说，其实我看那个大胡同的琵琶区，他们有讲说，这个107年的12月底要跟林务局来续约嘛。那你们现在才要发包这个查定的这些工作，有办法这个查定工作可以在107年12月这个月底跟林务局续约之前完成，让农民可以比较安心的去签下新的约。续约跟后续的我们正在办理那个假查地的工作其实是不冲突的，不冲突。因为刚刚科长也有讲了，事实上如何取得土地，然后因为你有签续约，才有办法再继续使用合法的使用这一块土地啊。好，那最后我想请教何教授，就是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国土保安的国土的这个代管人，他觉得说我要保守一点，为全台湾2300万人保守这块国土。可是对于这些原垦农来讲，从清朝到日治到国民政府，不管政权如何转换，我种琵琶一种，也许就是70年、80年、100年。琵琶就是我的根，琵琶养大了我的一家大小。今天如果说要把这个保安林收回去，那林地就是林用，只能够造林的话，那事实上我生活的确出现问题。
那刚刚我们提到改正造林，维持一部分的农业使用，一部分的林业使用，这是不是现在我们看起来比较可行的一条路？而这条路可以又跟我们这些专区能够配合在一起？不管是我们太平地区好的那个枇杷专区也好，还是说我们那个林班地解编的问题都好，我们都必须要面对一个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土计划法的公告实施。好，因为接下来就会处理更上位的一个，对，它会处理到它到底会是农业发展地区还是国土保安地区国土保育地区。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后来经过调查之后被划为国土保育地区之后，那它的农业的使用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还是说要思考把它划为所谓的农业发展地区，那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要由直辖市、县市国土计划来做这个通盘性的来做思考，然后而且要兼顾我们地方上的一个需要，还有农民的生活还有生产的功能，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好。今日呢，因为就太平讨论了枇杷专区，然后咧保安林界边之间嘅关系，其实太平佬台湾嘅农业运通、社会运通喺当层嘅，亦都也係台灣嘅客家省嘅農運前比中滿團先生解放時期嘅農業運通嘅戰潮。中滿團先生呢，到去年嘅年代時間請古書嚟高神體嘅，佢留下來嘅咧。種嘅資金留任務呢，交本現場所有太平嘅枇杷農民共同來爭取，佢哋對咧土地從阿公阿太時間一直講中多一下，佢哋捍衛佢哋嘅生存權在抗爭。今日討論呢，青島嘅相關嘅面向，也請共同關心。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太平》，大家謝謝。